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那我们华语礼拜即将开始，提醒大家可以手机可以转成静音或关机。那我们的奉献箱是在那个第二根柱子后面。那我们请各位会友自行以奉献来敬拜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领受他的供应。那诗篇50篇23节说，要以感谢为祭来献上。那凡是以感谢为祭来献上，就是荣耀神。那我们在敬拜前就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还有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大有能力的阿爸父神，在农历年后的第一个礼拜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求你来赦免我们过去种种的软弱与不义。我们祈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得着赦免、医治和更新。我们将我们的赞美和感谢都献给你，愿我们每一次的赞美，我们的赞美都能够震动江山里的天空，让你的名被高举、被传扬。恳求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教会，浇灌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也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愿我们弟兄姐妹同感一灵，看见神要带领教会的路。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主耶稣，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同感一灵，看见神要带领教会走的方向。我们继续来敬拜，
新的一年，愿我们用更多的祷告和赞美，摇动天父的手，将我们攻不破的营垒、各样的拦阻带到他的面前，交托仰望他。也求主将一切需用的能力、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雨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愿我们的祷告如香上达天庭，蒙你喜悦。愿你的恩典恩膏浇灌下来，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能够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也求主此时安静我们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谢谢主，恩膏蔡长老所传讲的，能够借着圣灵再次更新我们的心意。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主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圣经节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由我来念，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今天请蔡长老为我们讲到，他的题目是合一的生命。现在弟兄姐妹平安。过年的等于庆祝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主的面前聚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年我们过得有点怪怪的感觉，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跟枕头在奋斗，奋斗了连续的9天。我相信出去玩的人应该不多，因为不但下着毛毛雨，但今年也是接到最多人来邀请我去他们的。他们一听到在台北，有在台北说要去向大家走一走，去走村。现在已经不太流行走村了，有 COVID-19。然后台东人说他现在盖了一间酒馆那个当初我都跟他约定好，只要酒馆一成立，我就去住在他家，他们有 VIP 房。那有台中说你已经答应来台中好几次了，你都还没有台中，我们有。现在台中听说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什么餐厅要预定多久那个多好的餐厅多棒那基隆的人也讲说你没回来基隆很久了，所以今天我接到不断的电话，可是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的太太还有我儿子上来，我们就躲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做枕头大战。但是很感谢主，这段期间我们开始在探讨一些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发觉圣经越读，我们越读圣经，又怎么有这么美丽的每一个词藻跟心灵的感应？我们不看注释，我们不看那些专家学者的解说，因为它不是学问。但是慢慢你会发觉到，整本的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彼此相爱，很容易的事情。彼此相爱就可以合一，彼此相爱可以传福音，彼此相爱可以见证我们的作为，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加的合一，有合一的生命。我们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刚才我们的书会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你们，也就是保罗先生讲的，我为了主的缘故，我已经被拘禁在监狱里面的，我求你们，我们既然蒙召。各位讲说蒙召，那应该是念神学院吧，有专职的传道者吧。最近有点给我跟那个一些以前的同事在联络，那就提到福气教会最近非常兴盛的教会，也就是全国里面大概福气教会最兴盛就美和堂福气教会。福气教会是用美和堂也是用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能增加我们的会友，非常的好。可当初是杨希如长老跟姚立明长老他们一起在查经20几，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将 Jesus marketing 将耶稣推销出去。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在讲究企业化的时代，在推销任何东西，我们这么好的耶稣怎么不把它推销出去，让大家觉得说认识耶稣是多高兴多喜乐的事情。我们昨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到说，我们每读一个经节的时候，当我年轻的时候读，跟我现在在读圣经那种感受不一样会觉得兴奋，会觉得喜悦。这第一首歌我们唱什么？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新的一年，不要有悲观的权利，我们应该信主而喜乐。新的一年，我们是开始行动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是收割的一年。我先讲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时候想一想也很好玩的在外面的，在里面被囚在里面的人劝外面的我们，劝外面人看起来是自由的我们，他被囚是在里面是备受拘束的他，来劝身心不自由的、身体不自由的保罗，劝我们在外面自由的我们。有时候想说，上帝当我们传福音，
是我们要艰苦才传福音，还在喜乐中传福音呢？我们年轻力壮来传福音，还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还是到我们的退休的时候才来传福音呢？我刚才坐在这边唱歌的时候，突然感到说，如果我基隆院长当完之后，就立刻去念神学院。我现在已经当牧师了，薪水没有减少哦。60岁法官当60岁，当过30年法官，只要超过60岁，可以领0.96，就是说我们的薪水只有少2000块。当法官跟不当法官，60岁以后超过30年法官，薪水就差2000块。那我可以领法官的薪水去念神学院，我们已经有5个人这样做了。当他们要邀我的时候，我在那边犹豫了很久。可是我爸爸一直是一个见证传道，我一直认为说我在职场上做见证，然后我出来做见证传道，这么一晃，经过好久，又将近20年了。如果那时候去念的话，出来可能一开始就牧会对我来讲，我一定是搞不好找最偏僻或上山的小教会，因为对我来讲不是经济的负担，而是为了让主的国度广传。既然上帝的安排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神学不是你喜欢去就去，而是上帝没有呼召你，上帝没有呼召我啊，所以我就为主受苦的荣光啊。通常上班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的司机每次到礼拜5下班载我回来的时候，都跟我讲说：“委员，明天没有上班呢，记住因为我曾经礼拜6在那边等了很久，说奇怪，8点车子应该来的啊，怎么司机应该老早7点50以前他都会在那边等，怎么没有来呢？所以我打电话说今天怎么了？说喂，今天礼拜6礼拜6，我忘记了，每天都在忙，可是我发觉到放假不是忙，时间过得更快。昨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年假结束了，怎么那么快？所以你看我写一个起床了吧，跟着楼上 say goodbye。我突然觉得说，放假对我来讲只是可能可以睡得晚一点而已。可是其实我们这种人大概睡不晚吧，老弟弟你可能都有感觉睡不晚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突然听到刚才我就问一下任君，说昨天去那个欧妈家团圆的有多少个？他说大概有20个，所以我觉得教会是有希望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的人好像不多，你放心好了，教会是有希望的。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是种子，每一个在你们身上神会成就大事。我非常的有信心，而且我在祷告中非常看到这个意象。我有信心，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被求的你们得到荣光。患难是一种荣光恩典是在患难中形成的一辈子给你都过得轰轰烈烈，都过得非常光彩，不见得你会得到荣光为什么？这个荣耀你会忘掉，你会忘掉主给你的荣耀，认为说我自己很行，你会自高受苦的人最会做的事情是什么？自卑、谦卑。我们在主的面前告诉你们，这个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有没有回想过去的一年？每次都很顺吗？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为了我的缘故受苦，你本身是得到荣耀的。我们虽然受难不被困住，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受了一点挫折以后，我们就我真的好累不要了，我休息一下，我就躲起来。我们很会躲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很会躲？遇到什么事情，感情不顺家人不顺家里遭遇什么遭遇我就干脆都躲起来，什么人都不见最好。但是我们心里作难，我们会不会痛苦？会但是什么？不是失望。因为上帝跟我们讲，你为了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有人辱骂你们，有人为的缘故辱骂你们，有人为我的缘故破坏你们，用各种的诽谤来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所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欢喜快乐。这个跟一般的人讲的不一样啊。我们受苦应该是觉得，需要人家同情啊，怎么打个电话来安慰我啊？你怎么样啊？这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出来走一走吧啊！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要欢喜快乐啊！因为不是我们这样而已，在我们以前为主工作的人，为主做事的人，都有受到这种逼迫。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多的，你们为主而受难，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多的。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既然自己已经被受试探，他们就要怎么样？要帮助被试探的人呢？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在主面前受试探过？我们活到我们这个年纪，有在主面前受试探，有没有？有。就因为好几个比较最近生意做得非常不错的企业家，他打电话给我说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退下来啊？我们现在很缺少法律顾问啊。我们这个公司遇到一些问题啊，在做一些什么法律上的规划啊。如果退下来的话，帮我们这些公司做规划，因为他们大规模的发展，他们营业额一年大概都是100亿以上的。我就笑一笑，我说你们就找别人啊，找我没有用，这种老人家。但相对的是一种试探啊。我太太经常告诉我说，我们家好像没有那么多钱哈，你干脆退下来当律师吧。那一年大概赚个不敢多了，赚个应该几百万应该有吧。可是相对的，我一年啊，我现在赚了一年1个月能够赚得非常够我们生活，我觉得也够了。神看的是希望你赚钱，然后用在善事的上面。有人问我说：“你们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说不能赚钱？”因为他突然读到一些所以我们念圣经要非常小心。他说：“我们要喜欢那个基督，还是喜欢马门？就是喜欢钱，还是喜欢神？”他们就所以他们就解释，所以你们的圣经叫我们不要赚钱。我说圣经哪一句要叫你不要赚钱？圣经只告诉你说，你赚得的财富是知足的，是大复利的。你没有努力赚钱呐，你没有赚钱呢，不是？如果你做生意就要赚大钱，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赚的钱你要侍奉，要做善事，而不是赚的钱哦，请关天的大宝给他2宝哦，现在变成钱少哦。过年的红包哦，以前都会被他妈妈拐走，现在拐不走了。红包拿了，反正都不给人家，还会数。他不晓得多少钱，最起码数几张。你妈妈不能给我偷走。我那已经变成钱少了，2岁多已经变成钱少了。这个，再怎么说赚钱大家都喜欢，但是相对的，你赚的越多钱，你奉献越多，你在天上的住豪宅。就像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颗洋葱啊，你剥洋葱。中国有没有做过家事？有没有剥过洋葱？有，剥洋葱会怎么样？流眼泪。当然有很多方法啦，说什么做家事方法，洋葱先什么刀子里面先去什么把它什么用沾一些油什么切一切就不会流眼泪。但是剥洋葱是会流眼泪。人生就是像剥洋葱，总有一天你会流下眼泪。我不相信你人生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流眼泪的。就像我。有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脆弱，我是不太敢过年呢。过年，我爸爸走了5年，我妈妈走了7年。过年要围炉我跟谁围炉？我们3位兄弟围炉到今年已经没有围炉了。当然是因为我大哥要到古林教会，可是我大弟就跑上台北来找我。没有围炉，最起码我们兄弟围一下炉吧，谈一下天也好。父母在，这个家好像就在；父母不在，这个家好像就没了。突然想到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做家庭礼拜，儿子上来以后就会做家庭礼拜，突然之中就会想到爸爸妈妈。我们过年就在做，其实过年的时候每天晚上。连接那段时间，我们全家就在那边做家庭礼拜，我妈妈就躺在旁边中风。你不要小看我妈中风圣经还背得很熟因为以前的她都熟，
只是以后他不熟而已。我们念圣念错，他会跟人讲说：“哎，讲唔对，白话字唔是安呢。你念一段留一段去，伊就知。伊拢读迄个英语的吼，罗马字的。但相对的人就像剥洋葱了。有人在开玩笑说女人像剥洋葱，你又剥到越剥眼泪越掉啊。男人就像苹果，亚当的苹果，剥到最后只剩下酸盒子就丢掉了。但是我们人生就像剥洋葱。”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啊！我们世人中是被感召出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服侍，今天我们看到泽波跟仁君在这里做服侍，你们觉得什么？是不是神拣选你们的？那是个荣耀，那不是钱能够拿到。今天你们来参加一次服侍，我给你1000块，给你2000块，给你2000块，你都得不到快乐。那个就像去夜总会里面去驻唱一样。可是相对的，神拣选你出来，现在神要拣选你你们在座的每一个要看清楚不管政委啊、主灵啊、人君啊、玉凤、玉文啊，你们要看清楚，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看清楚在主的面前，你们都是被选召出来，你们要荣耀归于神你们要给神所用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选召完全出乎神，而不是在你。你说没有啊？我自己愿意出来侍奉。神感动你出来侍奉，要全身的侍奉。这么流浪几个，我们在家里，我突然一数，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这20年来这样走过的教会已经将近10间了，都是那么很小的教会。那我经常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到大教会了？我记得我刚去台南的时候，先是大关教会，大关教会到长大以后。那我要回西安，因为西安那时候人很少。那时候那个林宪平牧师那个天桥教会，现在他们都1000多个人的教会，每天晚上几乎每天都在我们家，守了大概2个礼拜，看我心里已经死了没有，他才离开。我们一起来复兴这个天桥教会，那时候天桥教会大概600-700个人。我们一起来复兴这个天桥教会。我说天桥教会多的是人才，这么大的教会多的是人才，这么大的教会里面什么都有，音响设备、乐队、乐团，什么敬拜赞美都有。我需要的是那小教会。那个保罗先生这么有学问的人，每次去他的都是小教会，小教会更需要人来帮助从此就踏上这个小教会的征途，一间过一间，一间过一间。中央教会算大的，在我的看来，我觉得教会都是20-30个人开始的小教会。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也许以前我有敬拜赞美的恩赐，我可以带领很多的敬拜赞美团，可那在大教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唱歌，我们就觉得很快乐。每个人甚至说，唯有顺服受差遣的人才有份你说神在拣选我的时候，我要不要顺服？你要顺服你要受差遣那是个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要受差遣的人，在主面前才有份。我们要不要顺服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是神所选召的，神选召是以特殊的身份就去执行特殊的任务。我们说我没有念神学院，我不能上讲台。我不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几个念过神学院。但是我知道，初代教会的时候受圣灵的充满之后，他们四处去传道，每个都是传道人那120个在马可楼祷告的都是传道人受洗有3000个人，您想想看，3000个人，难道真的是一个人传的吗？是彼得站起来一呼一，圣人将近3000个人受洗？不是，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小组聚会，到家里面聚会，到家里面去传道所以我今天在车上还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小组要开始怎么去运作。我突然我这个礼拜的感动，这几天在枕头山的感动，就认为说我们从圣经开始。我们当然我们有去做问卷测验，有人说我们用讲道，会有讨论的题目，有人说我们去发福音的教材。那不管是福音桥、释律等等纪要真理，很多的教材。可我觉得最根本的都是圣经圣经是这么美的东西
我们小组里面能不能大家最起码利用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我们让神的话语一点一滴的慢慢刻进来。各位觉得说，你讲这个我每天都有读经，很好啊。但是我问各位，你真的每日都有读经吗？最起码礼拜天小组，我们大家来读个圣经吧。我们的行事为人事事，就是为了人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爱基督。保罗先生讲说，我如果出自私的原因，他们用各种的原因，我只要能够得到人，那我就欢喜了啊。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上排斥保罗啊。那保罗你的口才不好，你学问是不错，口才不好。阿波罗口才很好，可是阿波罗不做事啊。保罗是真正在做事的啊。可相对的，我们要什么？只要教会增长。所以保罗先生说，我是律法中的人，他是本身是罗马人呢，得到权势的人。可是我前面做律法下的事情，我前面做卑贱的事情，我才服侍你们。只要基督的道理得到伸张。所以现在我们有方式，从细胞小组啊到幸福小组，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有的教会是用读经开始，现在有些教会都是用读经教会已经的人数要参加读经的人是上千人了。他们一年要读完一本圣经，用读经来让教会复兴。有人用祷告让教会复兴。现在我们有祷告复兴小组，每种祷告让教会复兴。我们用细胞小组让教会复兴，我们幸福小组来邀请那个未得之民，这个都没有冲突反正用各种的方式让教会得到复兴。更重要的，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们要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合一是什么？你合一我，不是全部合一在上帝之下。我们有时候会高举自己，会夸张自己，会荣耀自己。但相对的，我们要什么？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这个合一是什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讲很容易嘛，做很困难。谦虚是很困难，谦虚、温柔、忍耐，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到谦和人有福啦，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经常讲说派他的主耶稣背住吧，也不开口。你看他像羔羊被牵受宰之地他不做辩解。因为今天讲说蔡崇义为什么人家在诽谤你的时候，有时候报纸给你写那么难听，你连一句的反击都没有。我觉得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的，有一天上帝会知道。甚至有时候上面会怪我说当初人家一直讲你，那为什么你都不反驳？所以会有很多意见对我有维持。我说有什么好维持？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嘛，吃喝嫖赌就吃喝嫖赌，上帝知道就好嘛。你们说你们这些奇怪，你们这些信稿就是很奇怪。人家一点事情都想办法去找很多人来关说澄清，我是讲了一大堆连恨一声都没有，之后不了了之，最后发现说那些都不了了之。我们为什么？我们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神我想公义会审判，所以败坏之先，忍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圣经里面我有2节特别讲到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二个，我们要爱心互相的包容。爱心互相包容，说容易，做很难。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很会说而不太会做。说非常容易，做你要经年累月让人知道你有基督馨香之气，难不难？很难。长时间的观察，你会发现到这个人真的是基督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诗篇133篇第1节，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节，怎么讲呢？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呀！我很少看连续剧，那反正现在有9天可以爬在枕头上面，那他就跟现在笑说：“你现在怎么学着你女儿在看连续剧？”我看到一个叫做《姥姥的饺子馆》，
各位有空去看一下姥姥的饺子馆，大概我们这种年纪看的比较适合哈。就写一个人开饺子馆开到80岁的过程，那个小孩子每一个回家，用的是什么？最后全家人围炉在吃饺子那个场面哈，我看到突然心里好难过。这个难过不是说替他们难过，而是说啊，如果我们也能够这个样子多好。爸爸妈妈大家都在一起吃饺子，那个多好，是个围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爱跟关怀啊，我们可以学习来获得，但它不是你的母语，这什么意思呢？台语是我的母语。可是爱不是我的母语，爱跟关怀要怎么样？要学习耶。英语是不是你的母语？不是，可是他要透过学习，你就可以会英语。爱跟关怀不是你的母语，只要你透过什么？透过学习。这是十字架，十字架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今天来聚会最重要，要知道神是爱的源头，这是一点都不假的。十字架的焦点是什么？就是爱。所以说，基督的爱为你我而舍命，那么爱十字架的基督就是证明神的爱，爱才是我们的源头。我们要和平，要彼此联络，我们互相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谓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在圣灵里面，我们每个人谦卑的看待自己，我们让自己合一。我们要对抗分类对合的影响，那是多么的大！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的眼刺呢，而不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下个礼拜可能就会来讨论这个，什么叫论断？论断很容易耶。今天那个人君啊，你领唱啊，这首歌你唱得不好，这个你哪个地方应该加强一下，哪个地方应该声音小一下，批判断断很容易呀。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声音还算不错的时候，那个声音还算不错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告诉他啊，这个高音很容易嘛，你只要收小腹，用丹田发声，冲上你的那个大脑以后，你用上额头发声，把你的那个耳腔、你的鼻腔打开，你就可以唱很高。现在叫我唱唱看，什么叫唱很高？连唱低我都唱不下。我们有时候往往都是看在指摘别人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拳头握起来，你看握起来能够做什么事情啊？每个人都握个拳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厉害，每个人都握着拳头。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我们的拳头里面互相的握对方。那我们每个人都紧紧的能够握在一起，这样的力量是大的，别人绑不开。你这拳头握了，人家一绑的话就开了。我们真的要保守，完全保守圣灵的合一。记住一句话：当我们搬开别人架下的绊脚石的时候，当我们把它搬开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石头搞不好是以后铺上你人生的路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之中，有很多是我们替别人搬开他的绊脚石。最后快要结束之前，要问各位一件事情：什么叫合一？我们每个人都是信仰的共同体耶。我们在教会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合一的共同体耶。这是一只老鼠耶。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到说，主人换了一个老鼠夹。哇，他很紧张啊，可是他搬不动啊，怎么办呢？如果晚上我不小心跑到的话，搞不好会被这个老鼠夹夹到哎。他就赶快去跟鸡讲啊，鸡呀，公鸡呀，拜托了，拜托母鸡呀，拜托，你们那个脚比较长，你帮我把这个老鼠夹踢开好不好？我说我们半夜的时候可能会被夹到哎。鸡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老鼠夹是对你的，又不是对我。那我在外面我自己有鸡舍，我根本不会跑到你那边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哇，那没办法，老鼠赶快跑去跟猪讲。诸位，你力量比较大哦，你那么大，你赶快帮我把这个老鼠夹搬开。猪说：“太秀一秀，我每天在这里吃，在这里睡，我跟你的老鼠夹有什么关系？我只要能够吃，我只要能够睡就好，那是你的事情，应该烦恼的是你，又不是我。”他没办法，赶快跑出去跟牛讲：“牛啊，你有2只脚，赶快把那个老鼠夹顶开好不好？”
那我干嘛？我在这里吃得好好的，我又不进入你的仓库，我又不会去弄那个老鼠夹，我干嘛你要做你自己去做。有一天，老鼠夹夹到东西了，夹到什么？夹到一只毒蛇。就那个女主人要去抓老鼠夹的时候，就被毒蛇咬到以后就送医。送医的时候，那个农场主人啊，为了看他太太爱抱嘛，所以他就把鸡杀掉了，宰鸡里面炖鸡汤给他太太喝，让他身体早日康复。那个时候他太太因为那个毒蛇已经跑到身体里面去了，跑到神经里面，解毒剂已经没有用了，那个血清已经没有用。哇！村庄里面的人，好多人都来看他太太，来安慰他。他现在没办法，就把他太太搬回到家里面，因为生命可能不久了。全村庄的人来，可是人来很多，怎么办呢？他就把猪杀掉，宰猪又来请客。那人很多嘛，所以请客，猪又被杀掉了。他太太终于死亡了，做祭牲善礼完之后，他先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可是家里只剩下牛而已，就把牛杀掉来请客。为了一个老鼠夹，鸡也死了，猪也死了，牛也死了，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合一呢？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合一呢？在我们心里面、主里面，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信仰上的合一。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真的要重新合一。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我们回应诗歌《重新合一》。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现在主耶稣让我们重新合一，让我们从心理上每一个人合一，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谦卑自己。我们是蒙拣选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份与主事工的复兴。新的一年开始是收割的一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下我们的差遣。主
差遣我们，让你神国的国度扩张，让神的国度我们有份于你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我们来唱奉献诗歌，新圣诗303首。请坐。接下来是报告的时候，那报告之前，我们也一同来诵读这礼拜的华语的金句，我们一同来诵读2次，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以弗所书4章2到3节。下周圣工轮值我们请自己来看。那我们报告事项，我们报告第2点那个今生奖学金，那个我们在2月20日之前我们就是如果有家长的小孩或是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学生有那个可以把成绩单来交给我，就是提出我们的成绩单，应该是交给叶老师是那个大家请可以留意这件事情。那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和会也是要会那个是第3个礼拜会召开，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还有就是账册的部分，就是请那个各团契要交给我们的那个查账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公祷的时间，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疫情来祷告，那也为着我们教会我们福音推广的事工，还有关怀的事工。那另外也为着我们新年我们个人的许多的目标那还有我们的需要，我们都摆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这时候一同站立，一起来公祷。
亲阿爸父神，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祈求，同心合意的来向你呼求。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愿意，将这一年奉献给主。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教会上需要的，教会的目标，还有我们个人的需求，主你都明白清楚。主啊，愿你也就，能够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你就要将这一切充充足足的来加给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每个人，的需求，还有教会，要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愿主你的圣手都来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感谢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持续站立，我们唱颂荣新生诗392首，颂荣结束，我们请蔡长老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和之年，天下神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主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扶持、引导、帮助、安慰，帮助着我们从岁首开始。上帝的恩膏永远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请做默祷。我们可以互相来道平安哈。